平安，我说平安。我拄则开一个足奇怪，敢若我伫遐尔，我个电用哦，怪怪，诶，OK。好，时间已经到，咱就来开始啦吼。可能迄个古话话，逐个还未习惯要转来安尼吼。咱先来开始来祈祷。主必太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教会的建堂的时间得到主你特别的恩典看顾，也伫济济的困难，阮所拄着、所看着真无容易的所在，你互阮会通来得到主你带领顺序来继续来进行。阮也将头前的路继续来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也今仔日伫休困几礼拜了后，阮搁一届来重新开始灵性小组。今仔日也要对出来及第八章来三个分享，来看见主你伟大的作为透过一个无共款的上顶来，互阮看见你的权柄，也互阮来学习一个顺服的使命甲态度。将今仔日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开启阮，阮会通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免。好，咱接续第7章啦吼。接续第7章要来讲，咱伫第7章的14节到25节有去讲到即个水变做火的一个记载啦吼。第8章就继续就讲到第2个灾难、第3个灾难甲第4个灾难吼，这是第8章的即个内容啦吼。第8章的内容，即3个灾难基本上呢，就是继续咧讲到法老王怎样伫困难的中间来恳求摩西去为着伊祈祷。当一切拢顺利了后，伊就搁心硬透过伊的生命，伊伫迄个所在搁继续继续来挑战上帝啦的权柄安尼这是咱对伫出埃及记10个灾难中间咱所看到的物件先对这个所在先甲咱讲，就是讲，当咱看到10个灾难的时候，咱毋通单看到迄个灾难所带来迄个影响，其实伊的背后有足清楚咧讲到一项代志，就是无信上帝的人用伊所相信的偶像咧甲上帝对抗，这是一个真正伊背后所要表达的物件所要表达的物件，所以咱才着安尼要来看要来看第8章所记载这3个灾难，对水鸡之灾啦、杀母啦也是讲河神的灾难安尼好，这个灾难基本上阁是拢足轻微啦所谓的轻微就是讲袂致到人的性命有出啥物问题，但是对生活来讲有足大无方便啦咱知影亲像最近安尼几礼拜迄个大水迄个大水所造成的无方便但是袂致到讲有性命的损失等等遮个代志，但是对伫即种大自然的反常其实咱嘛算讲真
真有机会通看到啦吼。比如讲咱讲干燥的天气啦，还是讲水伤济水灾啦，这拢是种反常的气候的生活，所造成的。啊，伫即个头前几个灾难，基本上嘛是安尼，造成以色列人伫生活顶悬有足济的无方便。特别咱知影伫几若千年前，迄个物资毋是遐尔充足的时阵，你若欠即项，也是讲就讲臭物啊伤济，物件食了了，因无积蓄吼。咱知影雅各囝约瑟会去做埃及的宰相，是甲饥荒有关系。伊知影要安怎来积蓄物件，伫饥荒的时阵会当来用吼。伫古早会当安尼做的人，就算足有智慧的吼。咱知影讲，这造成生活无方便嘛，会互因有一寡生活顶悬的灾难吼，变做一个灾难安尼啦吼。第八章第1节到15节，咧讲到这个水价的灾难吼，水价的灾难，伫遮咱会看见讲，伫规个城市拢有即个灾难吼，这是足无法度来想象啦吼，规街路的规个民众的，规个厝内拢全水价吼，全水价吼，这个咱无法度去想象因所拄着即个情形啦吼。伫这个所在的分段，其实应该对第7章的25节开始讲啦吼，就是讲，上帝用这个互所有的水变做血了后，依期7天啦吼，依期7天。这个7天了后，才开始去进行第2个灾难，就是水价的灾难。有一寡较灵稳的教会，也是讲信徒因伫读这段的经文，这个7天伊会直接去甲伊叫做讲吼，7咧代表的意义是虾米货啦吼？但是遮基本上圣经学家伊嘛是安尼来建议，就是讲这个7天吼，甲当做正常的正3、4、5、6、7安尼就好啊吼。莫甲伊变做一种信仰意义吼。其实有当时啊，一寡基督徒吼，对数字的迷信吼，无输即个一般安尼讲民间宗教的人啦吼。我也捌看到基督徒的车号吼，因厝里的车，所有的车拢去买牌，所有的牌拢是去吼。这你有看迄迷信到即个程度吼。所以伫遮圣经学家嘛，甲咱建议，莫去甲想过济啦吼，就是7天。就是上帝互这个灾难依期7天，为什么依期7天？就是互这个水变做血，会通变做一个灾害，毋是讲一时就过啊，无要无紧安尼，互伊真正知影讲哦，这就真正无方便安尼吼，大概是用安尼角度来去想，会较好势啦吼。对第8章开始呢？第8章的第1节到第5节，所咧讲到上帝的命令，上帝命令摩西搁一届吼来做这项代志，做这项代志。上帝甲摩西讲，你去埃及王遐，伊讲上主安尼讲，放我的子民离开，互因通敬拜我。你若毋放因去，我要用去扰乱恁全国。这个第2节这个所在讲得真清楚，用水价来扰乱啦吼，迄个扰乱就是讲，互因的生活变成做无正常。好，所以伫这个经文内底已经甲咱表达真清楚啊。第5节讲，上主佮对摩西讲，你甲阿伦讲，举你的管仔指尼罗河溪甲水池，互水价跳起来吼。到埃及全地啊！伫这所在，咱会要过来思考是，伊用另外一个角度咧形容上帝安怎叫因行新约吼。所以这是第二个灾难，第2个灾难所咧讲到的就是迄个水价的灾难，要互水价满甲互因生活无方便，要去跳去啥物事？跳去你的眠床，要入你的宫殿。伫你的房间
要入去你人神所有诶人诶厝内底，跳去人民诶身躯，进入灶骹炒面粉诶器具，所以意思是讲满拢全水鸡啦，就你徛诶土地以外，拢全水鸡，互你诶生活造成真大诶无方便。咱讲这就是灾难啦，就是灾难。第50是咱拄则看到诶，圣经甲咱讲，上主佮吩咐摩西讲，你甲阿伦讲，举你诶管仔指尼罗河溪甲水池。好，这个时阵是摩西甲阿伦讲，叫阿伦举迄支管仔来行神业。伫这个10个灾难中间，咱有时会看到是摩西举管仔，有诶时阵是阿伦举管仔，但是咱毋通去甲伊做分别啦，重要诶是上帝安怎讲啦，所以迄个上帝诶命令叫摩西做这项代志，但是摩西佫是会通请伊诶助手伊阿兄阿伦来做这项代志，所以重要诶毋是啥物人诶手举管仔，重要是上帝诶旨意伫这个所在。所以咱会看到讲，其实阿伦诶工作真清楚。阿伦诶工作就是做摩西诶执行者，做摩西诶助手，做摩西诶助手。阿伦称做摩西诶先知甲助手，所以上帝吩咐摩西叫阿伦来执行。这就已经真清楚，这伊诶咱咧讲诶先知诶工作，明仔载诶读经分享嘛去讲着先知诶职分啦，先知诶职分就是讲上帝安怎交代，伊就安怎做，安怎讲，加一字减一字拢袂使，加一字减一字拢袂使，所以伊就用遵守来指着尼罗河甲这个所有诶水，所有诶水全埃及诶水，全埃及诶水，当然就是讲尼罗河是全埃及诶水源啦，伊讲水池嘛是啦，所有诶意思就是讲遍满全埃及啦，遍满全埃及就是互因拢受到安尼诶灾难。互水鸡满世界，毋但是路诶，伫房间底，伫眠床诶，伫所有咧煮饭诶器具内底，拢是，拢是，咱嘛知影，咱台湾人最爱食水鸡汤啊，水鸡汤真清甜但是你若真正看满世界拢全水鸡诶时阵我想你可能较无共款，咱食袂落去安尼啦嘿，即个造成真大无方便了后，咱就看见讲。法老王又搁一届来求饶赦，所以水鸡的灾难确实来成做法老王甲全埃及带来足大无方便。第8怎讲？埃及王叫摩西甲阿伦来讲，请恁去求上主，互这的水鸡离开我甲我的人民，我就互这个民族离开，去上主来献祭。咱注意甲看我就要互这个民族离开，来上主献祭，毋是讲一届尔定，伊讲几啊摆，所以伊伫拄着困难的时阵，伊就来找上帝，找摩西来求上帝，当伊的问题受解决了后，伊就安那又搁后悔啊。其实以色列人嘛是拢安尼，敢毋是安尼？拄着困难的时阵，就来祈祷，祈祷了生活真顺的时阵，就袂记得上帝恩典，就离开上帝，去拜偶像去所以伫这个所在讲真清楚，讲伊要互这个民族离开，来去上主来献祭，但是事实上伊无啦第5点，咱来看伊讲摩西会回应啦摩西会回应，摩西甲埃及王讲好。请甲我讲，什么时通为着你甲你的人民祈祷啦？什么时？其实摩西即句话有较深的意思，就是讲你什么时阵准备好势要互阮走，我就来为着你祈祷但是咱知影法老王毋是真心要互以色列人来离开啦
啊，伊为着人民祈祷了后，伊就互伊有家己，咱像家己选择迄个时间安尼啦吼。上帝伊愿会替伊来行代志，来彰显上帝的气力吼。毋是照摩西安怎讲，是讲你家己选时间吼，你家己选时间吼，安尼伊就来为着伊祈祷吼，来为着伊祈祷。过来就限制水家啦吼，这是足特别的吼。当阿伦亚管仔来讲到尼罗河的水所有的水源了后，水家就满世界啊。然后当摩西为着埃及法老王甲人民祈祷了后，因就限制水家敢若留伫尼罗河，其他拢会离开，甚至单死去安尼吼。会死去，就打去，就臭去安尼吼，嘿，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做法吼。但是呢，拄则讲到，虽然法老王讲我要互以色列人离开，但是到落尾伊又搁反悔啊。摩西甲阿伦离开埃及王了后，摩西就为着上帝所派来损害埃及的这水家来求救上帝，求救了后。法老王又搁硬心啊，又搁硬心啊！这个水家就死伫迄个归路的，吼14节人讲，人就甲因捡一堆一堆，埃及的全部拢是臭味啦，吼！埃及的全部，什么人诶？会主者无关着，好，来我甲关起来。无关着。好，对，感觉有杂音安尼吼，好，OK。魔术你甲阮静音就好啊，你甲阮全部静音。我关起来，好 ，OK， 坐下。吼咱若照圣经来去甲看的时阵，特别是伫14节、13节、14节，上主照摩西恳求去做，互伊的厝内埕呢，也是田野的水家，拢总是人甲因捡一堆一堆，捡了吼，嘛佫产生问题呢。规个城市臭毛毛啦，因为拢全水家的尸体啦吼。但是上界无水家，毋是一直跳安尼吼。但是看15节来啦吼，看到问题拢解决了后吼，这个法老王伊的心又搁硬啦吼，伊就又搁后悔吼，又搁后悔伊就又搁硬心，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拄照着上帝所讲的，上帝早就已经讲着伊会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来这个后悔硬心安尼吼。过来咱看到进入伫第3节啦吼，因为伊搁一届硬心了后，上帝就搁对摩西讲，你甲阿伦讲，举你的管仔拍土粉，互全埃及的土粉拢变做沙母吼。这是足严重的吼。咱知影沙母跳蚤是足细只啦吼，足细乌乌吼。伊即个其实即个16节即个，毋是真正照字面讲，迄个沙粒仔遮细粒变做即个沙母安尼吼。其实是一种的形容，好哪亲像圣经咧描写讲，上帝要互亚伯拉罕的祝福，伊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这是一种形容词啦，吼。所以，迄个形容词是咧讲啥物？讲迄个所发生的沙母是济敢若沙咧安尼啦，吼。所以意思就是互土粉安尼吼，变做沙母安尼吼，嘿。所以伫16节伊就安尼来交代摩西甲阿伦，而且搁一届就是摩西叫阿伦去执行这项代志，吼。这是搁一届咱看到吼，上帝吩咐摩西去命令阿伦去执行这个神业，土粉变做沙母，数量真济敢若沙吼，红皮沙呢吼无法度去控制，无法度去避免这种的程度是伊咧形容这个物件啦吼，所以。人甲精神拢受到沙漠的灾难，咱知影吼，咱
那厝内有啥物吼，有跳蚤吼，咱就足艰苦诶吼，上架吼，嘿，咱着爱去喷药啊。啊，伊若全部拢总死诶时阵吼，着足恐怖吼，迄个动物精神会受到影响，生活诶品质啊，皮肤了甲拢全苍吼，安尼会互人活伫迄个恐慌诶内底啦吼，互人活伫迄恐慌内底。好，这段诶经文诶记载较特别，就是18节啦吼，18节，18节诶经文，圣经安尼讲，人甲精神诶身躯拢有杀无，术士用因诶法术，嘛要互土粉变做杀无，毋过因无法度。吼，好来，第三个灾难是一个，咱咧讲诶界限啦吼，这个界限是啥？伫头前变蛇，吼啊变做水变做火，啊是毋是水鸡？意思就是讲，法老王或者术士拢有才调做啦。但是到伫第三个灾难杀戮了后，这个圣经甲咱讲，术士因无法度做，无法度做即项代志，所以因诶气力到遮为止啦，吼，因诶气力到遮为止，这是伫第18节所讲诶。然后19节讲到术士对埃及王讲诶话，伊讲这是上帝诶作为啦。术士本来头前诶嘛是感好安尼诚好，我嘛有法度啊吼，恁算啥呢吼？到伫即个所在时阵，术士承认因家己诶气力是无够力，而且因认为讲即个代志诶发生是因为是上帝诶作为，毋是人有法度做诶吼，所以承认着因家己诶有限啦吼，这是伫19节较特别。记载互咱看见诶所在，吼但是呢，法老王游玩啦，吼，心硬就是你若代志解决了后，伊嘛是无要听你啦，吼。虽然伊家己诶术士安尼甲伊讲，但是伊游玩毋听上帝透过摩西甲亚伦讲诶话，吼。19节讲啊，术士甲伊讲，这是上帝作为，但是埃及王游玩心硬。好，到第4个灾难，就是河神的灾难啦，吼，河神的灾难，这是伫出埃及记第8章20节到32节。要讲这段的大圣先讲一个实际的例啦，吼，实际的例。牧师捌伫中华中会牧会一段时间，鹿港搁落去，大概就是迄个咱咧讲的二林乡吼，二林的海边有足侪饲鸡、饲鸭、饲牛、饲猪，吼。啥物物件上济你知无？河神，河神。阮开中会时，拢爱做伙来修圣餐嘛，吼。若轮到伫遮海墘遮的教会来借所在，互阮来开中会时阵。阮伫遐咧主持圣餐，拢爱用网搭扛起来。迄河神拢，你若开吼，迄个葡萄汁啦，也是即个芳啦吼，都拢河神都来沾啊吼，所以爱用网搭安尼吼。我用安尼做例是讲，河神坐甲，互你会感觉讲足烦的啦吼，会影响咱的生活，是毋是咱食物件吼？食物件安尼吼，所以你来看讲，圣经讲着讲，规群的这个河神来对20节开始看吼。上帝对摩西讲，明仔早起，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去遐，伫伊的面前，甲伊讲，上主安尼讲，放我的子民离开去敬拜我。你若毋肯，我要派规群的河神飞来你遮，伫你的人神甲人民的新疆，搁入王宫。埃及人的厝甲因住的所在，嘛要有规群的河神吼。所以意思是讲，因的生活拢受到河神的影响。可能迄个时阵的人卫生习惯无像咱即马安尼，但伊感觉可能无遐尼啊严重安尼。但是事实上，即个河神满世界会影响因的生活真济。
包括我拄则讲，像阮咧收圣餐嘛，拢有真大诶搅扰甲困难啦吼。所以咱咧看讲，术士伊嘛无法度安尼做啊。照圣经诶记载来讲，因伫头前就已经讲啊，这是上帝诶作为啊，因无知影安尼做吼。这术士无知影安尼做时，但是问题是讲，因嘛毋承认啦吼，因嘛是心阁真硬啦吼，无爱互即个以色列人来离开啦吼。好，咱看伊讲。带来足侪是卫生问题，生活无方便，嘛有真有可能会带来胃肠无健康啦，安尼讲食歹腹肚啦，有即个细菌啦，有即个咱讲无清气的物件，敢若亲像即个即个狗虱即种的物件跳蚤即种的影响因足大安尼啦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伫即段诶经文内底，摩西法老甲伊咧讲到谈判这中间，第一届摕到一个代志，就是23节。伊讲我要将我诶子民甲你诶子民来分开，明仔载即个新政一定会发生。所以第一摆去讲到埃及人甲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无共款的，足清楚啊就是讲上帝要直接去保守以色列人，虽然有共款的物件咱应该是安尼讲头前咧讲的撒母也好即个水鸡也好啦也是讲水变做火，这以色列人嘛拢受到共款。面对共款的困境，但是伫23节开始，咱看到迄个上帝旨意已经足清楚啊，开始甲埃及人甲以色列人分开，因为以色列人听摩西的话，倚靠上帝，但是法老甲埃及人因共款咧倚靠因所相信的偶像，这开始分开伫这个所在咱也看到讲咱伫生活中间，伫困难的中间，咱要敲找要倚靠的，爱一个正确的选择啦爱一个正确的选择安尼20到23节，这个所在就真清楚，甲这个来甲伊分开若亲像咱咧讲救恩，就是讲既然相信的人就要得救，所以无相信的人就无法度得救。咱用即句话来放伫遮的时阵。嘛会真清楚，互咱了解，互咱了解。好，所以基本上是讲，毋是上帝调过伊，干那要互埃及人拄着困难尔，是到落尾因的选择无共款，因所面对的代志虽然共款，但是会有差别，有差别。这个。分别做成的概念，伫遮就真清楚来表达出来领受着拯救啦分别做成，对世俗的中间，对无清气的中间，分别出来属伫上帝这个概念伫遮就已经开始有啦所以影响真大，好神啦这也是讲咱头前讲的撒母耳共款啦伊就连皇宫拢受到真大的影响。法老王的回应伫遮足趣味啦伫遮足趣味，这有一个陷阱伫的头前拢讲我要互这个民族离开去上主来献祭，这无问题。但是今仔日咱看到这个第8章的25节的经文来看，就足有问题啊。25节安尼讲，埃及王就叫摩西甲亚伦来讲，恁去。伫我的境内，恁的上帝来献祭，这看起来足友善啦我好啊，互恁来献祭啊，但是你伫我的境内，这有啥问题？上大的问题就一项，就是讲这毋是上帝的旨意啦。这第一个这毋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啥物话 ？Let my people go，互我的人民离开去倒位？
去上帝的山来敬拜上帝，这是第一个。所以，迄毋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陷阱啦，吼，是啥物陷阱？咱知影伫埃及内底，所有的人拢毋是敬拜上帝，因拢是拜偶像的。前2工即个洪牧师，英国洪牧师，阮甲伊做伙见面，做伙食饭。伊互我看到因坐飞机的路线图安尼吼。你知影？古早牧师娘伫读即个维也纳读册的时阵吼，我若要去，有当时伫泰国的曼谷伫遐来搬机，嘛有几摆的机会是去到伫迄个沙烏地阿拉伯内底换机，因为迄要去西方国家，迄无问題。但是要去以色列的飞机，绝对袂当搬过阿拉伯国家的领空。为什么？因为因是敌对国啦，吼，敌对国。所以因的飞机吼，去到曼谷了后，就开始下面的海洋，对西南半岛驶去安尼，去到伫犹太地，吼，用安尼概念，咱来想看觅啊。伫整个的埃及人拢是拜偶像的情形。法老王讲：你伫我的境内去拜你的上帝，会出啥物代志？会受到人会咱讲围殴啦，吼，会围殴。这是一个足大的陷阱吼。所以咱知影讲，其实法老王伫遮根本毋是咧表达讲我愿意互恁去敬拜上帝，其实伊有搁较大的意图吼，搁较大的意图无安好心安尼啦吼。所以第一个迄毋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法老王有伊的暗盘伫咧吼，暗盘伫咧其实10个灾难都是上帝甲偶像的竞争嘛，战争啦吼。所以伊伫遐要互即个战争毋是干那摩西甲法老王的战争，毋是上帝甲偶像的战争，互要变做是人民甲人民的战争。这是有足大的危机吼，足大危机吼。好，所以伫我的境内来你的上帝献祭，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啦吼。这是绝对袂使做的代志吼。摩西的回复伫26节到27节，摩西咧讲，安尼做毋通，因为阮要献互上主，阮的上帝的祭物。埃及人看做禁忌，有看到无？摩西讲真清楚哦，你这是有你的歹意思啦吼。我若伫埃及人的面头前用因看做禁忌的物来献祭，因减袂用石头甲阮钉死，看到哦。所以咱咧看伊讲法老王的迄句话，基本上是有足大的算计啦吼，就是讲伊阴谋甲伊侵安尼啦吼。27节，摩西真清楚，倒转来伫上帝的旨意。伊讲，阮要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照上主阮的上帝的命令来献祭互伊。这是拄则牧师咧讲，即句话，法老王迄句话有2个足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讲，毋是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是讲，伊用安尼是有计谋，要来陷害以色列人，去遭受到全埃及人的攻击。这是足大的危机。加在摩西真有智慧，伊坚持来听上帝的话，较袂做成讲因伫埃及安尼匆忙接受伫境内伫遐来献祭。以色列人无要献猪，但是埃及人献猪。埃及人看饲羊的是看袂起的，所以甲因放伫迄个边缘遐，互因去遐饲羊所以因有无共款的宗教行为文化法老王就是要用安尼来做一个试探伫迄个所在。所以
摩西真清楚啦，吼，摩西真清楚，伊就是用安尼甲伊讲，这毋是上帝的旨意啦，吼。咱倒来看创世纪46章34节，吼，以色列人拄搬去伫这个埃及的时阵，其实是受到看轻的。伊讲恁吼，恁的仆人对幼年到那拢是伫饲羊啊，吼，这个畜牧业，吼，连阮的祖先嘛伫用安尼，所以照安尼，恁会通住伫高山地。后壁迄句话是足重要的，因为既若是牧羊的，拢伫埃及互人厌恶。咱换一个话讲，叫做看轻，吼，看轻。所以用安尼的文化，一个是拜猪的，一个是饲羊的。这有真大的冲突，吼，这有真大冲突。安尼，若阵真正安尼冲碰落去做的时阵，就会去用钉死，吼。这是摩西所讲的，吼。安尼，法老伊稳准的代志，基本上是有藏阴谋伫内底，去互摩西来看破了后，吼，就无法度来成就啦，吼！本来伊就是安尼咧欺骗吼，念伊白咧，念伊黄咧，念伊安怎咧，吼！但是摩西虽然是安尼，伊悠然会为着埃及的人来祈祷，上帝嘛会来解除因所拄着的困难。但是摩西真清楚，伊得坚持，阮爱照上帝的旨意离开三工，毋是迄个法老王所指定的地点，是上帝所指定的地点。这是摩西的坚持啦，吼，是摩西的坚持。但是既然这个法老王有提出请求，伊就有退祈祷，吼，得到应允，吼，得到应允啊。伫迄个所在为着祈祷好心的代志，就煞去啊，吼，就煞去啊。但是摩西尾也甲伊讲一句话，你毋通阁骗阮啊，吼，因为念伊白咧，念伊阁后悔，念阁白咧，念伊阁后悔，这回阁要甲因欺骗，叫因伫迄个内底来献祭吼，要引起两个民族的对立安尼吼。所以咱来看去讲，摩西为着埃及法老王甲埃及全地祈祷，用安尼的角度来看的时阵，咱就知影讲有一个人咧讲吼，这10个灾难吼是上帝偏心啦吼，敢若吼以色列埃及人吼拄着困难，以色列人拢无代志，其实毋是啦吼。其实每一届摩西替埃及人来祈祷，请上帝免除因的苦难，就显示出上帝是一个慈悲怜悯，而且佫无分别的上帝。上大的问题是，因家己要选择，无要倚靠上帝，这是较大的问题吼。当然，伫摩西的大求了后，上帝就施行伊的怜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吼，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无亲像这个法老王安尼念伊白咧，念伊后悔，念伊白咧，念伊后悔安尼吼。我过两摆摕到约翰福音3章17节、18节，就既然相信伊的人，就会得救啦吼。16节、17节、18节安尼讲吼，但是吼真可惜，法老王佫再度反悔啦吼。这咱会通看见的代志吼。对伫安尼，咱会一步一步看到，对第2个灾难、第3个灾难、第4个灾难内底，看到无共款的变化吼。第2个灾难看到，这个亚伦去执行新约的代志。第3个灾难的中间，咱看到这个埃及王的术士承认家己无才调，讲迄是上帝的作为。第4个灾难看到法老王是一个咱用中文讲老谋深算吼，足有恶意有阴谋的人吼。叫以色列人带伊的敬来去敬拜上帝，但是咱看见讲，这个摩西会坚持听从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旨意，照上帝的指示的所在去敬拜上帝，吼，无受到这个法老王的欺骗甲影响安尼吼。好今仔日就讲到这。
有问题无？有人要分享，还是有要问的无？迄个国外话吼，过来第九章嘛是讲到灾难啦吼，啊伊直到差第10章的时阵开始，会行出灾难以外遮吼，啊咱遮慢慢来讲啦吼。我本来想讲伫美国有时间甲第九章写完吼，结果写袂完啦，我做想过无用，歹势。啊不过后礼拜我会照时间互咱第九章的讲义安尼啦吼，嘿，好，无吼。无，咱请冠宇带咱祈祷好无？无输歹势，其实我咧赛车。哦，你会使车哦，好好，哎，毋通，嘿，好，无请文博听了带咱祈祷。好，咱做伙来祈祷哈，先多谢牧师啦吼啊，这个遮无用的中间啊，伫美国啊，将这讲义拢写甲好势吼，啊，互咱逐个会当通过讲义啊，甲牧师的分享吼，咱多谢牧师，咱做伙来祈祷。先来主耶稣，感谢你，伫你的引带带领保守，愿佮恢复着灵性的成长班，透过出来及记牧师的分享，阮真正做遮的资料。甲通过出来及记，会当佮激励阮的信心。其实真侪时阵，阮甲以色列百姓共款，嘛甲埃及人共款，真侪时阵拢离开你远远。主啊，根据你怜悯阮，因为主你恩典，爱阮每一个人拢得着救。阮也下伫主你意思，照你的教示，顺服伫主你，你得甲要引带阮，要保守阮。主啊，恳求你继续扶持带领，甲阮教会每一个肢体三角地带。互每一个人伫因所徛起诶所在，拢有注意看顾、保守甲带领，帮助阮通过将每一工诶读经以及着每一礼拜三、拜五做诶遮分享，会当来互阮建立搁较深诶信仰，会当将你诶话放伫阮诶心内，阮无偏左、无偏右，会当下伫做你诶旨意。做空气你祝福阮诶时间，保守阮头前路站。阮诶教会特别建定诶时间，伫着注意看顾。阮今仔日来看到王长老已经将即个复健律师交伫阮中间来检查，才会更紧，会才情形互阮做一个淡薄了解。主恳求你继续带领，好，这个时间会进行，拢伫注意看顾中间，伫着顺势来进行。主恳求你祝福带领阮每一个人，阮山起诶脚步，阮过来一礼拜久，伊明仔载后日要来敬拜你拢有注意看顾保守牧师甲同工要到伫家己诶即个祥和教会诶即个募款分享出入内外路站拢有注意看顾保守甲带领，伫个平安甲顺遂，愿将一切仰望伫主你身手，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诶性命，阿免。多谢牧师，多谢。